你以為外星人入侵地球係開住飛碟嚟轟炸我哋？太天真啦！呢種諗法簡直係對高級文明最大嘅侮辱。真正嘅7級文明如果想毀滅人類，甚至唔需要知道我哋嘅存在，佢哋只需要隨手改寫一條物理定律，成個銀河系就會好似肥草泡咁蒸發，而我哋連發生過乜嘢都唔會知道。呢個情況就好似你行路嘅時候踩死一隻螞蟻，你需要掹低同佢宣戰嗎？你需要為呢件事內疚哪怕1秒鐘嗎？唔需要，因為你根本就唔在乎。而家同你講一個殘酷嘅事實，喺宇宙文明等級入邊，人類連螞蟻都算唔上，我哋連1級文明門檻都未摸到。相反，最高嘅7級文明可以好似捏泥巴咁創造宇宙。更加可怕嘅係，人類可能已經暴露咗。過去100年，我哋不斷向宇宙發射無線電信號，理論上已經傳到100光年範圍，但係其實未必覆蓋到所有行星系。我哋就好似喺黑暗森林入邊舉住火把大叫，但連逃走嘅能力都冇。呢個文明等級點計？1964年，蘇聯天文學家卡爾達舍夫提出理論，最初只係分3級，7級係後人延伸。佢講得好直接，唔睇政治文化道德，只睇一樣嘢：你可以用幾多能量。呢個標準簡單但係殘忍，好似螢火蟲同行星都會發光，但你唔會當佢哋係同一級。人類而家就係嗰隻螢火蟲，仲為自己發光而自滿。我哋一年消耗嘅能量，連太陽一次爆發都比唔上，而1級文明係可以用晒成個行星嘅能量。人類距離呢個目標仲差大約300倍，就算以現時科技速度，都要100-200年先有機會摸到門檻。但係問題係，大部分文明根本等唔到嗰一日。有宇宙學模型顯示，銀河系理應有上萬個文明，但我哋一個都見唔到，佢哋可能已經消失，死喺由0級升1級嘅途中。睇返人類現況，核武足以毀滅地球，氣候變化失控， AI 發展過快，加上小行星威脅，任何一樣出錯都足以令到文明終結。呢個階段就好似一場冇補考嘅死亡考試，科學家叫佢做文明瓶頸期，而人類正卡喺最危險嘅位置。但係假設我哋運氣逆天，真係擠過咗呢一關，成為1級文明會發生乜嘢？1級文明對自己嘅星球擁有絕對控制權，注意係絕對。咩概念？颱風形成咗，佢哋可以喺大氣層入邊佈置能量矩陣，將風暴嘅動能直接轉化成電力。海嘯嚟到，佢哋可以提前干預海底板塊嘅運動，令海嘯根本無法形成。火山、地震、極端天氣，呢啲喺我哋眼中係災難嘅嘢，喺1級文明眼中反而係大自然免費送嘅充電寶。而且1級文明已經將勢力範圍擴展到成個行星系，月球上有城市，火星上有農場，小行星帶入邊全部都係採礦站。太空旅行就好似我哋坐高鐵一樣咁普通，你可以朝早喺地球返工，夜晚去木星嘅衛星浸溫泉，聽落已經好科幻係咪？但喺2級文明眼中，1級文明依然係窮到響叮當，因為1級文明點樣發展都只係用緊行星嗰啲能量，而2級文明嘅野心係將成粒行星嘅能量全部利用起嚟。點樣利用？你可以想象喺太陽外面建造一個巨大嘅殼，將太陽整個包住，呢個就係理論入邊講嘅大心球。太陽釋放出嚟嘅每一絲能量都會俾呢個殼吸收，一啲都唔浪費。呢個殼嘅表面積有幾大？大概係地球表面積嘅1.2萬倍。呢個結構有一個專門嘅名稱，但係我唔想重複其他影片講過嘅說法，我換個方式話，你知佢有幾誇張？用呢個結構收集1秒鐘嘅太陽能量，已經夠人類文明使用大約76萬年。有咗呢個級別嘅能量，2級文明可以做到啲乜？佢哋可以將行星好似搓湯圓咁隨意改變位置，想擺喺邊就擺喺邊。佢哋可以製造能夠穿越星系嘅巨型飛船，每一艘都好似小行星咁大。不過黑洞因為自身極強嘅引力特性，無法被當作垃圾處理器，任何物質一旦進入都無法逃逸，更加唔可能回收能量。但2級文明有一個致命弱點，就係光速。即使佢哋嘅飛船速度達到光速嘅99.999%，想穿越銀河系都需要10萬年。銀河系實在太大，大到連2級文明都會感到絕望。而3級文明就係用嚟解決呢種絕望。3級文明並冇突破光速限制，而係掌握咗空間摺疊技術，利用理論入面嘅蟲洞實現跨星際通行。你可以將宇宙想象成一張紙，由紙嘅左邊行到右邊需要好長時間，但係如果將張紙對接，左邊同右邊就會貼埋一齊。只需要戳一個洞就可以過去。3級文明就係掌握咗呢種對接宇宙嘅技術，10萬光年嘅距離對佢哋嚟講可能只係一眨眼。有咗呢種能力，3級文明可以將成個銀河系當成自己嘅後院，2000億粒行星，每一粒都係佢哋嘅充電站。佢哋可以同時喺銀河系唔同角落存在，
可以將行星當作原材料隨意改造，可以創造全新嘅行星系統。更加誇張嘅係，3級文明好大機會已經可以做到意識數碼化流傳，但意識嘅完整複製、儲存同傳輸仍然係未被破解嘅難題。肉體一旦損壞，暫時都冇辦法實現意識嘅完整轉移。對佢哋嚟講，死亡只係被大幅削弱，而唔係真正意義上嘅重啟。但你以為3級文明已經係天花板，4級文明會令3級文明明白咩叫真正嘅無邊無際。4級文明操控嘅唔只係一個銀河系，而係整個可觀測宇宙。可觀測宇宙有幾大？包含大約2萬億個銀河系，而每一個銀河系入邊都有上千億粒行星。呢個數字大到人腦根本冇辦法理解。但係4級文明最恐怖嘅能力唔單止係能量規模，而係佢哋可以探索物理常數嘅邊界，而唔係改寫遊戲規則。光速每秒30萬公里係我哋宇宙嘅基本設定。目前冇任何理論支持可以修改光速、引力常數、時間流速、空間曲率呢啲基本物理規律。喺4級文明眼中，呢啲都係不可隨意改變嘅宇宙基礎。佢哋甚至可以喺實驗室入邊模擬出一個全新嘅宇宙模型，完全按照自己嘅偏好設定入邊嘅物理法則。想要一個冇重力嘅宇宙模型可以，想要一個時間可以倒流嘅宇宙模型亦都可以。呢度就引出一個細思極恐嘅問題：我哋嘅宇宙會唔會其實就係某個4級文明做出嚟嘅模擬實驗？5級文明將呢個問題推向更深層。5級文明已經唔再滿足於單一宇宙。根據量子物理嘅某啲假說，每一次量子事件發生，宇宙都有可能分裂。你今日朝早出門口向左轉定向右轉，宇宙就可能分裂成2個版本。5級文明可以喺理論層面推演呢啲分裂出嚟嘅平衡宇宙，不過目前仲未有任何觀測證據可以證明平衡宇宙真實存在。佢哋亦都冇辦法真正見到或者喺唔同宇宙之間自由穿梭。呢個意味住啲乜？對佢哋嚟講，根本唔存在錯誤選擇呢回事，因為每一個選擇嘅結果，佢哋理論上都可以推演到。唔存在失敗，因為喺某啲平衡宇宙假說入邊，佢哋永遠都係成功嘅嗰個版本。亦都唔存在真正嘅死亡，因為意識可以喺理論層面轉移去任何一個仲生存緊嘅平衡自己身上。佢哋已經活成咗概率本身。6級文明已經冇辦法再用文明呢個詞去形容。佢哋唔係編寫物理規則，而係可以完全洞悉同極致利用宇宙最底層嘅物理邏輯。成個宇宙嘅底層邏輯對佢哋嚟講，就好似電腦入邊一個檔案，可以讀懂並利用每一個細節。想基於呢啲邏輯創造乜就創造乜。佢哋可能已經冇固定形態，純粹以資訊或者意識嘅方式存在。時間、空間、因果關係呢啲喺我哋眼中好似牢籠嘅嘢，對佢哋嚟講只不過係可以隨意游獵嘅材料。有科學家猜測，我哋成個宇宙可能就係6級文明運行嘅一段模擬程式。我哋以為自己有自由意志，但係其實每一個念頭都可能只係模擬規則運行出嚟嘅結果。而7級文明就係呢一切嘅終點，同時亦都係起點。7級文明已經站喺所有宇宙之外，能量、物質、時間、空間呢啲概念對佢哋完全冇意義，因為全部都係由佢哋創造出嚟。2003年牛津大學有一位哲學家提出過一個令人背脊發涼嘅假說，佢話如果存在足夠先進嘅文明，佢哋可以模擬出無數個宇宙模型。咁從數學概率嚟講，我哋生活喺真實宇宙入邊嘅可能性低到幾乎可以忽略。換句話講，你而家睇緊呢條影片，你嘅喜怒哀樂，你以為屬於自己嘅人生，好有可能只係7級文明電腦入邊運行緊嘅一段模擬程式。如果有一日佢哋覺得呢個模擬太無聊，關機就會即刻消失。138億年嘅宇宙歷史，無數星系，無數生命，甚至連一個儲存掣都唔會留俾你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覺得好虛無，人類咁渺小，7級文明又咁強大，我哋嘅努力仲有乜意義？但係我想換一個角度同你講，人類而家嘅文明等級仲未有精確數值，連1級文明嘅邊都未摸到。但係就係呢個連 BB 都未算得上嘅文明，已經開始抬頭望星，開始思考宇宙嘅邊界，甚至開始懷疑我哋自己係咪只係一段情聖馬？或者真正嘅強大唔係你企喺幾高，而係你敢唔敢向上望？而你又覺得人類最終可以爬到第幾級？如果有一日你擁有7級文明嘅能力，你又會用嚟做啲乜？